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9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警察开始甲理工大学清场，68岁以上会封抓起来，校方也继续苦劝示威者赶紧出来。北部有一个70多岁阿公，因为去互牛逼91款糖加着，煞发烧搁被击毁。伫咧台中有一个查甫囡仔，互伊的老爸苦毒到死，目前身家老爸声压，因老母5万块交保。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香港的消息。香港警察对香港理工大学的4科连长进行大规模清场，各600名留伫校园内的示威者甲学生，在今仔日开始离开校园。未成年的登记了后，由老师带走；18岁以上的是放掠到警察局，各一寡人放铐手镣。理工大学校方也表示讲，因会继续来苦劝这示威者赶紧离开。今天有大批的人呢从理大校园离开，不过有少部分的人呢是被反手铐上手铐。加油啊！示威者去用挂手铐，防暴警察甲因押出去。这些人拢18岁以上，敢是有发动罪。警方伫现场无愿意证实。不过理大校方表示，敢是要挂手铐，拢是警方决定的。若是满18岁的人离开了后，全部拢去互抓起来。一群人先互带去头前的消防处总部大楼，了后才搁带去各区的警署。若是18岁以下未成年的人，完成检查还有登记了后，会当交予老师带走，直接离开。不过，一个穿急救人员衫的17岁学生，伊的手机面顶有写字，强调讲伊拄学校出来，绝对不是因为自首的关系。为什么会选择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人都救援是非常重要的。会后悔出来吗？不会。香港政府甲19统计，已经有600个人离开，超有1/3拢未成年。中学校长会表示，中学生虽然会当直接转去，不过无代表无法律责任。起诉的可能性是有的，是有起诉的可能性。对，是有的。真侪学生拄学校行出来的时阵，拢有满这种太空毯啊，因为袂堪这暗时长时间的吹风出现低温的现象，所以选择来离开。不过学校内底尚无够有正百的人，而且够有可能是几百的人无愿意来离开。理大表示会继续苦劝因赶紧来离开，才袂互因的人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在学校里面更给逮捕的话，那个可能情况会严重，可能会受到人体的受伤。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和平解决。伫香港读中学的戴同学，伊妈妈拜二就摕台湾的护照伫找查囝。早起戴妈妈敢若知影讲查囝已经拄理大离开，互送去警署，不过唔知影下落。随后台湾陆委会透过真济管道，将压着满18岁戴同学去互抓起来了后，去互送去10多公里外的贵阳警署。记者综合报道。香港高等法院伫18裁定禁止福民法是违反基本法，认定是违反宪法的。不过，中国人民大会的法工委甲国务院港澳办拢在今仔日表示有咧关注，也强调讲香港的法律敢有符合基本法，必须要由全国人民大会的常委会来做决定，其他的机关是无权力来干涉的。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期间，港府订定禁福民法，引发反大的声音。香港高院伫18裁定禁福民法违宪，结果才无一天，19中国人大法工委以及港澳办虽表示严重关心，公然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和法律赋予行政长官的管制权力，将产生严重负面社会政治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根据法工委的讲法，香港法律敢有符合基本法，敢会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其他的机关无法度干涉。包括根据法在内，香港法律除了含基本法抵触的之外，拢会保留。高院的判决会写着行政长官含政府的管治权，无下基本法含人大规定。呢個司法覆核案件咧，係法庭未有作出任何嘅命令，由呢個裁詞所引起嘅，所以我並不適宜咧係進入去解釋啊，或者係評論。我只能夠講，我尊重呢兩個機關對於裁決，佢哋係表示嚴重嘅關注。
北京当局就续回应香港国院的裁定，引发外界讨论，敢会甲法院施压。特首林郑月娥敢若讲会继续关心案件，对中央机关的评论会尊重，但是原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认为法港伊的讲法，无顾香港司法符合违宪法律的惯例，表示遺憾。香港法庭呢係可以處理呢一個司法覆核，亦都係可以宣布任何抵觸基本法嘅法例呢係無效嘅。人大法工委今日嘅聲明呢，似乎係忘記咗過去22年行之有效嘅呢一套制度，更加忘記咗香港喺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嘅精神。如果政府覺得真的是有爭議的話呢，它可以提出讓這個人大來司法，這個也不是沒有先例。可是呢，時間可能很長，也可能就是在一次引起很大的爭議，就是要造一些案例出來。有學者指出，香港過去冇人大釋法案例，但是處理的過程可能拖真久，容易引發爭議，所以敢要為着檢後變法再次動用人大權威，需要相關單位考慮。記者綜合報道。咱嚟鏡頭看登到咱台灣。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甲伊副手賴清德，在今日下晡去到中選會登記參選2020年的總統大選。蔡英文也強調講，香港的局勢當咧惡下，中國想空想歹，要來向台灣的選舉來作怪。參選是特別有意義的，會當體會人民有權利選家己總統，政黨會當自由競爭的重要價值。支持者大聲喊口號，真熱情的競接，要拼連任的總統蔡英文甲副手人選賴清德19去中選會正式登記來參選2020的正副總統。蔡英文強調講，在香港情勢惡化，中國表示介入選舉的情勢之下，參加選舉特別有意義。我們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啊，我們人民有權利選出自己的總統。第二，這是一個多元自由的國家。那麼政黨可以自由的競爭，那我們這一次的參選就是要體現這兩個重要的價值。韓國律師去講，總統府佇咧等一個良心，要來回應蔡英文講高雄佇咧等一個市長的講法。蔡英文回應講，總統府已經有一個良心，擱一個來甲伊吐回去。這個韓市長哦，在過去這樣的信口開河，而且對於他所做的承諾，他都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哦。那把他自己比作是良心哦，我相信應該很多人不會贊同的。蔡英文19中晝出席台北市美國商會會員大會，專程用英語來致辭，講到期待台北市美國商會繼續支持台美來簽雙邊貿易協定。但是台北市美國商會執行長鮑威廉是對台灣的投資空間具有信心。現在的那個投資環境，可以說是很不錯，我希望會越來越好。我們對台灣很有信心的。唔那美中貿易戰，佮加上香港嘅局勢變壞，敢是會去影響到美商佇咧台灣投資。鮑威廉無正面回應，若是針對佇咧香港理工大學封調佇咧內底台灣高中生去互掠，蔡英文強調講，陸委會已經透過駐港機構，會到3港保護去互掠台灣學生嘅人權。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在今日出席活動，面對着賴清德的質疑講國民黨甲韓國瑜的國家方向是紅統一。韓國瑜也回擊講民進黨是欺騙，也呼籲總統蔡英文甲賴清德愛甲主權定位講清楚。因為蔡英文批評韓國瑜講高雄佇咧等一個市長，韓國瑜也回擊講總統府佇咧等一個良心。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19出席台灣尤努斯基金會主辦的社會型企業東亞年會，對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強調台主論，佢質疑國民黨和韓國瑜的國家方向是被統一。韓國瑜直接批評講，這是另外一種欺騙。這是另外一種欺騙。所謂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這是股票術語叫做借殼上市。韓國瑜呼籲總統蔡英文和賴清德愛甲定位講清楚，佢對蔡英文講高雄咧等一個市長的講法再度反擊。蔡英文總統執政了3年半，說高雄在等一個市長，但是總統府在等一個良心啊。對蔡政府歡迎台商返來台灣投資行動方案推動到即陣，台商回轉來資金掛零。韓國瑜佫批評用欺騙咧治國，副手張善政是指出，台商無把資金砸轉來，雙重扣稅是關鍵。在大陸賺的錢，在大陸被扣稅，回台灣來還要再被扣第2次稅，雙重課稅。台商怎麼願意把大陸賺的錢帶回來呢？所以民進黨現在
说这个台商会把资金带回来，会投资台湾，这个就是国王的心意被点破。有风声讲，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要接韩国瑜竞选总部的主委，韩国瑜无否认，强调对朱立伦非常的感谢。时机若好势，伊甲大家报告，因为国民党最近伫不分区立委提名方面争议不断，恐惊影响到韩国瑜的选情。朱立伦敢愿意接选前的操盘手，为韩国瑜甲选情顾掉咧，外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会在20日公布。总统参选人宋楚瑜表示讲，因这人有3大特色，也就是有能力、专业甲关怀弱势。这款的规划是毋是有过台面的形影伫咧咧？宋楚瑜却无来讲啥，等到讲本地打算要互郭文哲甲黄珊珊组一组去选总统，只是郭文哲已经有其他的可能啊。顶礼拜宣布加入总统政局的亲民党，按算20早起公布不分区提名名单。贵属合作的头一步，敢有可能为不分区名单来出决？宋楚瑜嘴真红，敢若讲有3大特色，要有能力、专业和关怀弱势。我不会把任何哪一位的名字说出来，但是，会在科技界也好，在我们产业界也好，在我们这些重要的。未来我们国民生计很重要的这些领域的专业里面都会有。他的意思是，我晓得会不会他本人不会。宋楚瑜嘛证实，亲民党不分区会有郭家军的代表，阁有信心摕到3席不分区。郭台铭也先前讲，10月有和郭和宋见面讨论不分区名单。我们也是派出有代表性、有实力的，让他征选。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交换。我们只是说，希望亲民党或者是民众党能够呢，在这个将来国会不能一党独大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小党能够有生存的空间。郭宋郭3边合作布局不分区，宋楚瑜阁透露，过去捌想要和郭文哲接班选2020总统，但是郭文哲有其他考虑，只好尊重。去年就是真的有把他当接班人的意思，差不多。当时我说我们要跟他去结盟，如果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我愿意，我们全力的。事实上，我已经告诉了黄珊珊，亲民党提名黄珊珊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跟柯去搭配，所以这个话很早就间接的去传给了。民众党和亲民党抢架政党票，一旦不分区是撮合民众党领先，宋楚瑜敢若嘛不要紧，强调亲民党无将民众党当作竞争的对象，要和第三个声音出来跟哪里竞争。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在今日透早公布，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玲排第1，代表郭家军的高虹安排在第3，新光集团的吴欣盈排第7。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强调讲，因有特别经过因的才能。另外，在名单内面的3位市政府成员赖香玲、蔡碧如加黄静莹，对后礼拜一开始会请假拼选战。民众党不分区的名单早起公布，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玲拍头阵，代表郭家军的高虹安排第3。对这个代志，郭台铭办公室表示真欢喜看到这个安排，不过排名去影响到这期国会优先顺序。郭文哲嘛先前讲，要甲郭台铭讨论，敢是要高虹安甲蔡碧如2个人排名的顺序来对调。他是很客气，有时候不用了。这个高虹安也不是，高虹安也我们是认为他适才适用啊。吴欣盈其实他很早就来，他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我先讲他不是我们去找他，是来找我们的。所以我说，你这个条件还不错啊，那干脆去不分区。强调讲会用适当的人才，郭文哲原本意思要甲挑战区域立委的新光集团吴欣盈排伫咧第7，不过若像无算伫咧安全名单以内，郭文哲认为要有志气，嘛真乐观期待，运气若好会摕到10席。若是民众党公布的29席不分区名单，郭文哲讲名单平均的年岁是40岁半，其中前13名有4个是海选的人，而且市府成员就占3个。预计下周1开始请假，那等到12月25号开始正式公告之后才会请辞。郭文哲把话讲34席的提名拢要提到到，不过即马民众党敢若提名29席。党秘书长张铁勇讲，因为工课甲读册关系，有人无愿意公开，才无列入去名单。若是认为家己是学术面顶去互研究的对象的郭文哲，19暗时用市长的身份去东吴大学来演讲，要来讲政治新文化，说去学生人数低济，佮去用批评讲伊回避统独议题。到明着讲，不要利用这些东西谋求个人或政党的利益。
你这是在对民进党讲吗？没有，我是对台湾的社会呼吁。针对已经有大问题未将出现反制人数，郭务天认为讲原本就无什么代志，唔免伤烦恼，伊要用平常心来面对这场演讲。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国内头一摆发生护具被狗杀一款糖加掉，却发现讲头小现热，佮未止火。是一位伫北部70多岁阿公，最近伊无出国，毋过直接去山区活动。在咧顶个月底也出现烧甲吐的镜头，也因为伊的火未结冻，所引起败血症。目前正咧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表示讲，会在1个月内将这款病定做法律规定的传染病。国内出现本土头一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简称 SFTS 病例。北部一个70多岁查甫人最近无出国，但是定来去山区活动。顶个月底陆续出现发烧含吐的镜头，去诊所看诊几日症状拢无较改善。后来因为气膜呐，佮有意识无清楚，送去大病院治疗。经过2届的采检，排除天高热感染，最后才确诊是 SFTS 病毒阳性。有这个凝血功能的异常，以及有合并这个绿脓杆菌的感染哈，所以在加护病房当中接受这个积极的治疗。疾管署表示 ，SFTS 是属于鼻霉病毒感染，每年4月到10月是鼻糖活动季节。一旦好带着 SFTS 病毒的鼻糖加掉了后，将后期上长有2礼拜，会出现发烧、想要吐无胃口、血小板减少、皮肤红过肿、气膜呐，佮有血斑，低速度差不多5%至15%。定来爬山的人甲农夫是高危险群，专家提醒，若是好鼻糖加掉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甲背出来，以免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说我们是用我们的手指去把它拔起来，那我们会把它的腹部压迫，所以它整个肠道的病原体，甚至于它的唾液就会反而是被我们挤出来。我们最好是用一个镊子在它的它的身体的前端，轻轻的把它拔起来。疾管署强调，过去国内无 SFTS 确定病例，嘛无主要病媒长甲血鼻发现的记录。但是国内阁有其他的病媒，像讲微小刺头鼻的分布，因为挖近中国、日本、南韩等等流行的国家，所以怀疑真有可能是鼻糖对肚较前爪下经传播。疾管署已经成立疫情小组，卖伫咧1个月内公告新增加 SFTS 作为法定传染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的落山风是真有名，也开始一个变强咯。在今仔日透早有几多台奥多拜互风扫到，当地气象站表示讲，在今仔日上强的阵风已经有到11级，超过轻度风台标准。另外，伫新竹的高港风也真强，有店家的看板也互吹甲歪去，铁皮规个翘起来，有影是真危险。风真头固定伫营地旁部被车架拢掀开，边仔记者也车架倒去。现场是伫个屏东的恒春半岛，19早起出现强烈落山风，真侪人去上班上课拢行袂使。当地气象站测到上强阵风达到11级，比轻度风台顶级还佫较悬。今天因为受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的双重影响今天在早上6点49分的时候，恒春气象站测的最大阵风有11级，它已经有到达青台的这个威力了。我早上开门出来的时候，风吹得我没有办法把门拉进来开，然后我上车开车门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车门盖起来，因为风太大了。恒春气象站讲，当地虽然常常有落山风，不过风速最大，确实是真少看。主要是北边的东北风加上东风两边作用造成的，有过20也可能出现这种顶级的强风。而风真头情形也出现在新竹市，早起经过路的广告架啊被车架倒去，另外伫北大路也有铁壳的围墙被车倒去。声音很大声啊，我们就出去看，结果那时候铁皮大概剩超出这样，我就打电话报警，我走到电话旁边，它就掉下来。这几天的风真的是很大，骑车又危险。东北季风明显真强，全台拢可能有强风出现。气象局也针对台南以北、恒春半岛甲澎湖马祖沿海这空块所在，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有可能出现9级到11级强阵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国发生苦度囡仔案件，有一个2岁外的查甫囡仔，在这暗时互处理的人带到病院去急救。医生却发现讲，囡仔的头壳缝陷真大个，规个身躯拢是伤痕，急救了后也是救袂回来。检调收到通报了后，透早就传囡仔的爸母来调查。
伫咧下晡，囡仔的老爸因为牵涉到苦毒囡仔，先甲伊声压起来。囡仔的老母是用5万块来交保。2岁外的囡仔敢若何静安苦毒全死亡，妈妈下晡来到殡仪馆，看到囡仔冰冷的遗体，一句话都无讲。落尾，互殡仪馆的人陪你离开。这个阮3岁的囡仔，17暗号妈妈抱你去病院急救。查甫囡仔去病院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医师阁发现查甫囡仔身躯顶有骨头的伤痕，甚至讲头骨嘛拢落地，敢若是苦毒囡仔的事件，抓紧就通报检调。王姓男童身上的伤势有高度涉嫌与邱先生有关，我们也因此呢向法院来申请羁押。邱先生的住处所收获的一些疑似虐儿的相关工具，那以及呢相关的一些证人的一些说法，我们都在勾稽全班的证据。检方新闻认定，查甫囡仔的老爸姓邱的查甫人涉嫌重大，以伤害致死等罪嫌声压，老母是5万交保。19下晡，法院裁定姓邱的查甫人羁押禁见。家防中心表示，查甫囡仔属于儿少保护家庭，社工伫民国105年就介入安达，迄当阵查甫囡仔出世才1个月，母仔囝伫咧外口流浪，一直到今年9月才等于处理，想袂到就发生不幸。妈妈她生了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孩。好，那应该是家里有一些争吵的状况，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所以妈妈带着孩子在街上，有点像游荡。评估是因为孩子很小，其实才满月，那妈妈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居住处所，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安置。家防中心表示，查甫囡仔的老爸甲老母差17岁，离婚了后嘛是住做伙，有3个囡仔，属于儿少保护家庭。想袂到上细汉的查甫囡仔所发生不幸，另外2个分别6岁和4岁的后生查某囝，目前并无互人发现有互人伤害的情形，已经由阿公阿嬷带转去安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下真。伫咧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独立的问题一直拢无停休。伫咧顶个月有9位独派领袖接互法院判有期徒刑，引起独派支持者的抗议。现任自治区主席托拉伫当地时间18出庭访审问，理由是伊伫公家机关展示代表独立的黄丝带，违反行政中立。18审理继续到暗时的时阵，当托拉甲辩护律师这人行出法庭，就互伫外口的独派支持者是大声来欢呼。Cuando se juzga un político en ejercicio por actuar políticamente, evidentemente no se está tratando de encontrar una solución política. Yo creo que lo que sobran son los tribunales y los abogados y lo que debería haber es más diálogo y por supuesto una negociación política. 伫今年4月西班牙大选前后，加泰隆尼亚境内各地拢出现代表独立运动的黄丝带，连公家机关建筑也无例外。西班牙中央三委会认为，托拉身为自治区主席，应该下令剔除这黄丝带，那不就是违反行政中立？不过，真明显主张加泰隆尼亚独立的托拉，拒绝配合三委会要求，所以讲被告上法院。加泰隆尼亚是不是脱离西班牙真侪独立国家，也是维持现状，并且争取更加悬的自治权，在当地造成真明显的社会对立。最近5年来，国际媒体也是民调机构调查显示，双方的支持者互相有领先。不过，因为选举制度，互伫当地行政甲立法机关绝大多数由独派掌控。政治分析家认为，独立甲维持现状两派对立，是造成人民声音党这右派政党出现的主要原因。Lo cierto es que no solo él como presidente representa a los catalanes que le han votado, sino que representa a toda la ciudadanía catalana y residentes españoles en Cataluña. Desde este punto de vista consideramos que no queda duda y confiamos en que tenga una condena de los 2 años de inhabilitación y la sanción que esta parte solicita. 4个大选中胜利的社会党，伫无超过一半情形下，甲极左派合作成功来组织内阁。当年也必须来由加泰隆尼亚地方政党。加泰隆尼亚独立问题甲相关的法律官司未来安怎，真受到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东亚国家乔治亚因为执政党选举改革的政策跳票，所引起这几年上届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超过2万名示威者对17开始组织伫咧国会大楼门口来抗议，要求政府爱提早落台，也爱提早举行国会选举。东
东欧国家乔治亚因为执政党无遵守选举改革承诺，17有超过2万名示威者伫首都特比西国会大楼外口要求政府爱落台，并且提早举行国会改选。抗议一直到结党工18伫国会大楼外口，竟然爆发激烈的冲突，警方出动水炮车，甲民众赶走。 ჭავლით დაგვასვენეს, იმიტომ რომ გვართმევენ კონსტიტუციურ უფლებას. მთელმა მსოფლიომ დაინახოს ვისთანა გვაქვს საქმე. There'll be no business as usual. And the public, including political parties, will do their best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 normal political life for those people who have insulted the whole nation. 示威的原因和俄罗斯有关系，乔治亚甲俄国之间的领土争议，第四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今年8月，一名俄国议员被人邀请去乔治亚国会发表演讲，引起反对派和民众不满，因认为由亲俄派组成的执政党乔治亚梦想根本就是俄罗斯的加里亚政府。迄当阵超过1万外人去国会大楼头前抗议，为着要消民怨，执政党宣布明年的议会选举会完全实施比例代表制。但是14，执政党可决宪法修正案，国会选举未全部改做比例代表制，所以反对派号召民众发起示威。ოპოზიციის ნაწილმა და ოპოზიციის ერთი ნაწილის წარმომადგენლობამ კვლავ სამწუხაროდ შეცდომაში შეიყვანა თავისი მომხრეები და მშვიდობიან პროტესტს. 乔治亚目前国会选举制度采用并立制，也就是将单一选区的选举结果和政党的得票结果分开算。这种制度对大党有利。反对派指控，执政党在2016年国会大选当中，敢若摕到48.7%的选票，刷赢到将近77%的席次，有无正当操作选举的嫌疑。美国和欧盟自乔治亚大使馆18时发布联合声明，表态支持乔治亚的反政府示威。记者综合报道。 澳洲的新民大会是拍袂花，搁再有强风甲烟吹入去陆地。澳洲的雪梨对19开始就空气大亡，空气的品质也变调真歹，对身体有真败害情形。卫生专家也发出警告，上好拢伫咧厝内，也唔通做伤过激烈的运动。 为空中看落去，城市面顶铺着一层白色烟雾，敢若会当淡薄仔看到建筑。唔通误会这是虾米云海美景，实际上这是因为森林野火产生的空气污染。Disgusting. I was woken up at about 2 o'clock this morning. It's terrible, very difficult to breathe, and I don't have any health issues. 今年9月开始，澳洲东部的可汗高温引起森林野火，造成民众死伤，数百间的民宅，各有将近14万公顷的林地拢火烧了了。野火产生的烟和雪梨的空气污染超过国家标准8倍，达到危险的等级。部分地区的温度阁升到37度，和卫生官员建议民众踮伫厝内卖出去。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you are sensitive, is to avoid outdoor physical activity whilst it's smoky. It's also a good idea to consider staying indoors when the smoke is very thick. And the good thing about staying indoors is it also protects you from heat as well. Using air conditioning, turning that to recycle to help clean the air inside your house is both very important. 当地气象局表示，虽然烟雾拍着日头有散开，也毋过暗时会阁增加。专家分析，在着气候变化，澳洲的野火季节提早发生，温度升悬，吸收空气的水分了后，会互野火变加更较极端。在南澳的部分地区，5月20号温度会升悬超过40度，目前已经发布了灾难性的火灾预警。记者陈时龙报道。 接下来，咱来继续关心香港的情形。香港政府的警务处长是中国国务院所任命的鹰派副处长郑炳强来接任。外界伫咧谣讲，日后的警方手段可能会变更较硬。另外，伫咧反送中的示威者最近有一句口号，号做“坐上坐落”，也就是前线的抗争爱做伙进退。不过，警方认为讲，这寡暴徒是威胁其他想要离开的人。 外界普遍认为，伊的作风较高端的香港警务副处长郑炳强，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9报道，鹰派伊启用任命做警务处长，原本处长罗伟聪已经年岁高啊退休啊。我眼見過去5個月香港發生嘅事情，不法之徒呢係罔顧香港嘅法治，衝擊法治，到處縱火，到處堵路，
唯有係喺我而家呢個工作崗位入邊咧，係繼續咧係去承擔。鄭炳強早起親身舉辦記者會，伊講未來會甲同胞保護好，支持警察執法。鄭炳強心肝，外界預計各來警方的做法會愈來愈嚴，而且啟用外新的還有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家全佇咧記者會強調講，警方10月即天佇咧香港中文大學找到3900粒嘅汽油彈。到底3900枚有幾多呢？大家如果用10秒鐘去掟一個嘅話，要掟11個鐘先掟得晒。郭家全表示，李代10月傳出講有學生想要家己離開，暗過所向留落來，而且佢公布所整嘅影片。我哋留意到，亦都有暴徒喺校園裏邊威嚇其他想自願離開嘅人。因為情勢對香港理工大學內底示威者愈來愈不利，有人發出反送中常常聽到的口號，坐上坐落，希望大家共同進退。警方是認為這是暴徒佇咧威脅想要離開的人，而且指出，教育部已經列起來甲登記的超1100多人，內底自願要離開理工大學的差不多是600個人，其中有1/3是未成年。全港停課真濟天，愛到什麼時陣才會當恢復正常？香港教育局宣布。20拜3中小學恢復上課，暗過有定園這禮拜繼續停課。記者綜合報道。2020年除了拼總統，也要拼立委選舉。那力量化工愛過半，民進黨黨主席杜英泰透早也到高雄，甲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陪8位參選者去登記選立委，強調高雄這8位攏總愛選調。另外，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防執機講會影響到總統的選情。黨主席吳敦義也講，名單公布了後，民調有變好，不分區的名單是完全公正的。經過修正了，國民黨無分區提名名單引發批評，也被質疑可能影響國民黨總統選情。外界甲指頭起向黨主席吳敦義，早起吳敦義接受廣播專訪，提出民調數字，認為選情無受到影響，無分區名單完全公正。這是不分區完全都還沒有啟動，是差15.6個百分點，現在只差8個百分點，你如果要說不分區出現以後，反而差距縮短了，那又如何講呢？難道是不分區的公正嗎？所以你的意思說，如果沒有到60席，那一般來說，黨主席要不要負責任辭職？那不合理。對於這一名被調警告第15名的台南市東部主義社兩屆進一步發出考慮要提出無分區名單，驗過思考2天，決定由原要為大局來設想。不計個人的得失啊，以大局為重。那麼繼續留在黨的不分區名單之內。我個人的想法很單純，就是說國民黨在選情最艱困的時候，每個黨內的同志都應該放下個人的私利。被排名第19個中常委范成蓮，以在中國經營事業2名無度兼顧為理由，決定提出無分區提名。民進黨黨主席杜英泰早起是到高雄，甲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特別為區域立委參選人來造勢。新北市是我們最大的票倉，高雄市是我們最大的戰場。我們有8位候選人，剛好打完8局下半。賴副總統陪各位打完9局下半，獲得全勝，這樣好不好？高雄嘅區別看這是民進黨大票倉，確實在2018市長選舉失敗，一擺黨內提名嘅高雄立委全員到位，表現大團結。唔但要贏總統大選，也要讓高雄8席立委全調，並國會超過1半席次。記者綜合報道。前花蓮縣長寶坤琪在日前宣布講，在2月要用無黨的身份去參選登記花蓮區區域立委的選舉，因為寶坤琪甲地方派系關係真深，而且因太太徐仁偉閣是現任的縣長，寶坤琪的參選恐驚會影響到其他候選人。甲花蓮地方報紙拍開，各高雄團體要求前花蓮縣長寶坤琪來參選立法委員的廣告已經連續刊發1個月，因為支持者攏是一寡國民黨籍的基層，這嘛互代表國民黨要參選區域立委的黃啟嘉感覺真有壓力。我當然是希望我們的藍軍可以團結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那我本身是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不管有多少人參選，我只能勇往直前。花蓮現任區域立委民進黨籍的蕭美琴，雖講在花蓮拍拼嘛得到真濟認同，啊，不過面對寶坤琪在咧花蓮要甲16年的資歷，民進黨想要靠藍軍分裂來勝選，可能無遐爾簡單。
他确实是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位候选人哦，毕竟在花莲也担任过县长，也担任过许多年的立法委员。但是这不影响美琴的脚步哦。不过卜坤基唔是国民党的党员，若是要参选，一定会分到较瓦纳也选票。佮加上因某是国民党现任的花莲县长，所以外界嘛拢真关心，市县长敢会支持卜坤基来参选。如果有机会，他能为这块土地来努力来服务的话，我相信我会支持他。党纪当然党有党的纪律处分嘛，那只要违反党纪，那就一定会开除党纪。面对外界议论，卜坤基是无愿意接受访问，敢若讲日伊去选委会登记时阵，才会对外来发表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所谓金融科技是愈来愈强，也豆豆伫咧改变。国内银行的经营形态，除了有智慧服务以外，外商青典银行也公告讲，自12月初2开始，会甲 ATM 机器拆掉。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表示 ，ATM 袂因为行动支付就来消失，颠倒是会愈来愈进步。的安全机制。嘉宾对着镜头，再来透过摄影机来摄出影像，这位2秒的辨识确认，民众无需要使用提款卡就使领钱是真方便。这是中国信托最新推出的路面提款功能，也用来侦测家庭的无正常行为。我们有把关键值放进去，当你是戴着口罩或是戴着安全帽来提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机器会提醒你。请你把它拿下来。那其实对于如果你是车手，你压低你的帽檐，你戴着口罩，其实是会有吓阻作用的。可能拿着手机做别人指定的交易，我们一样会跳出所谓的画框去询问客户。所谓金融科技慢慢改变国内银行的经营形态，除了业者导入多元智慧服务，外商新店银行也决定为了推动无现金化的金融服务，12月2号起陆续剔除银行的 ATM 提款机。这表示讲未来新店银行客户爱亲身到柜台办理相关服务，也是利用北京银行 ATM 来领钱。如果是已经习惯是都可以用手机取代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如果手机有问题不见，没有 ATM 的话，变成说我们在使用上面还是有很多的不便。根据金管会统计，全台银行的实体银行，近5年来减少将近60间，也过提款机就是对2014年的27000台，到今年8月底超过3万台。顾立雄讲，银行考虑成本也是发展模式，若是要剔掉提款机，首先要评估使用提款机的客户影响甲伤害，补偿人客权益甲损失。第二，若是要剔掉位在偏乡，也是欠缺银行的提款机，金管会会细心思考是毋是使剔离。第三是银行若是剔掉提款机了后，爱强化银行的无障碍设施。ATM 的发展呢，随着网银的一个发展呢，它其实还有进化的一个空间呢。也就是说，大家都想着 ATM 是去领取现金这件事情，那好像对行动支付这一块好像政策上是背离，但其实不是如此。以后这种简易式的分行，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情况下，可能会成真。顾立雄强调，提款机暂时未消失，主管机关依然爱维护客户使用提款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分林的土豆当咧收成，地方所有假消息讲，政府要进口土豆，害着产价土豆的假消是直倒。今日下晡，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亲身去到分林开说明会，也宣布讲会用1斤40块甲农民收土豆，也呼吁农民唔通听到假消息就把这个土豆俗价卖出去。目前是分林土豆的采收期，但是受到8月份大雨的影响，今年2期的土豆收成减一半。至少11月初分林土豆开盘产地收购价每大斤47块，但是顶礼拜地方传出政府要进口土豆，盘商全无愿意收购。才短几天，产地价销连续落超过10块，每大斤敢若剩35块。5块啊，36块尔呢。对哦。迄天啊47块啊48块一箩啊。啊，那差遮济？都去放啊，你死啊！分林县长张立先替土豆输入关税配额潘丽金标手案资料表示，虽然农委会强调今年底袂阁进口土豆，但是明年1月到5月份会进口5000多吨，有其心理的作用之下，就会影响土豆的价销。虽然这个时候是绝标，是明年1月份才会进口，但是你斩钉截铁告诉我们的乡亲说，这个月跟下个月不会进口，这个就是用一些混淆视听的事情来欺骗我们的乡亲这是不可取的。为着要维护土豆农民的权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19日南去分林后尾开说明会表示，土豆属于关税配额保护的品项，若透过进口，成本每大斤上少爱40块。若是有人挑故意散布无影的消息，会照法律开罚。这张
伫所有的分林、产地、四界讲的时阵，已经影响到咱的土豆的绩效。农委会无法当接受这款的情形，我已经向法务部蔡部长通过电话，即马开始看到，阮就随依照拄仔修改的农产品市场交易法35条之2。绝对会直接来抓来处罚。但集中表示，目前分林2期的土豆绩效已经受到影响，为着要保障农民的收入，对20开始，农委会用每台斤40块的绩效，甲分林农民收2期的土豆，避免农民因为无影的消息，用上低绩效来卖种出来的土豆造成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在这几冬，农民种真侪高丽菜，若到年底，若这个高丽菜一大出，就会败绩效。为了要让高丽菜销较有路，农粮署把高丽菜销到加拿大，希望会当拼过去年出口7000多吨的量，让咱的农民好过年。这几冬农民种真侪玻璃菜，不过若大出会败价，即马农粮署要把玻璃菜销去加拿大，让外国人食看台湾菜色的好滋味。其实照顾蔬菜就像照顾小孩一样，你要看那种蔬菜它的叶针或者它的形状，田间管理也要配合做控水的部分，这样子才能达到国外也是一个比较好品质的那个形状。捌到10大神农的蔡技手，运用智慧化管理种的玻璃菜，品质真赞，捌出口去几哪个国家。当农民甲合作社、农粮署配合，甲玻璃菜外销，解决玻璃菜大出的问题。瞬间甲降田间热的时候，不管咱国内的销售，也是迄个外销，拢有较有迄优势，因为田间热去掉的时候，伊就袂黄化嘛。玻璃菜再去加拿大买，就开2个月。为了保准玻璃菜的清甜，农粮署专工改良品质，佮运用真空技术降低玻璃菜的温度，安尼菜色才袂歹。嘛希望透过外销，互外国人食看卖，嘛互农民的辛苦种作有回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这个顶山的看鸟仔亭，特别出现规定的乌面腊杯，可能有620只遐尼多，是有史以来上界多纪录。虽然讲附近伫咧做太阳能设备的工程，好亲像对鸟仔无啥影响，敢法度甲生态来共存咧。台南市的生态保育学会表示讲，可能阁爱观察，也可能是保护区找无食，这鸟仔才会飞来到这。台南7股顶山的小鸟仔亭，原本是废弃的盐埔地，但是即马煞变做乌面腊杯的天堂。根据台南生态保育学会调查发现，今年来7股顶山的乌面腊杯有621只，是有史以来上多。那边栖地现在感觉上好像就是有比较少，不晓得是不是食物比较短缺。顶山这边最近最多有到621只。蛮兴奋的，是啊，赶快过来看一下，破了差不多将近20年的最高的纪录了。原本我们还以为顶山这一边的那个黑面琵鹭金鸟会比较少，因为北侧那边在做太阳能板受到影响，结果黑面琵鹭最近这几天还是北风吹来的比较多，而且又聚集在这边。民众吹冷风，嘛是要甲乌面腊杯记录落来，乌面腊杯的大量飞来吃。原因研判可能是咱们溪口主要的栖息地，食食无够，才会飞来遮找物件食。嘛是因为这个原因，7股顶山变做上好的赏鸟地点，所以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特别有引起2座小鸟亭。除了宣导生态保育以外，嘛促进观光。我们除了说在一些小额的一个经费补助我们的保育团体之外呢，推广观光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兼顾保育这样子。过去顶山小鸟亭乌面腊杯的数量差不多拢伫400只以内，这道雄雄增加到621只，嘛互生态团体行一条。虽然乌面腊杯的数量破纪录，敢是就会当解说过去起太阳能板无影响到乌面腊杯的栖地。对这件代志，台南生态保育学会讲，目前还阁看袂出来敢有影响，还阁需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市香山有一条专门做来互民众欣赏海豹仔脚身的步道。开了1300多亿来改造工程，想袂到去年6月开放了后，无到1年半，却因为风台影响，步道煞来登记。外界也质疑讲，这款的品质敢有偷工减料？画面中看到民众真欢喜伫步道顶悬散步看金马，想袂到即马步道袂堪这米塔风台的影响，中断一节，步道嘛因为安尼油封锁线，时间算算咧，敢若使用16个月尔。
1年多而已啊，那1年多就坏掉，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这样觉得好像在浪费我们国家的资源、百姓的纳税钱一样。只有用1年多，这当初的设计，我认为一开始的设计单位就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市府并没有做很正确的来做评估跟督导。针对外界质疑工程设计敢是有重大，市府散发出回应，主要是因为香山地区平常时风就真透，加上风台期间拄着满流，报道者会登去，会赶紧完成修复的工作。因为当天的浪大概有3.6米高，然后尤其是大潮，所以瞬间的风级达到9级，所以导致我们赏蟹步道因故冒梁歪损。第三方的公证人来鉴定，这个到底是天灾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施工不当而造成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进行以及在厘清当中。这条看即卖的报道，过去伫2017年3月份，就因为验收有问题，厂商漏炮无法度启用。同一年5月份，佫互发现无摕到开发的许可，就施工，有真侪争议。市府指出，随后会邀请技术工会来斗3工，来看施工的厂商爱负倒一寡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高中篮球甲级联赛 HBL 在今年查甫甲查某组拢总有50个对台比赛。经过资格赛了后，查甫16强、查某12强也产生出来咯。面对新的学年度，有的人毕业，有的人来加入，所以来预赛甲复赛有什么款的情形，也真歹暗算。HBL 107学年度总决赛3月中才落幕，10月下旬108学年比赛已经开始，男子甲女子组有55支队伍参赛。经过资格赛了后，男子16强、女子12强选出来。想要在女子组连败的南山高中前锋，但预计开刀了后，学员不如预期，即阵前做静态练习。关关难过关关过。那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 U18的陈玉洁基本上到现在还没有回场，所以我们先过了12强进8强的这一关，然后后面再来做陆续上的调整。主力毕业新会加入，南山高中教练讲，球队也伫互相适应，会想办法进入8强再调整。就同一校的男子篮球，去年以7分之差败互00家乡，屈居亚军。即阵对来要伤兵的问题，只好行一步算一步咯。觉得都是会有8强次、9强次的状况，其实就是看那个临场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有没有健康的可以去练习跟比赛，就是尽力去做，最好是就是希望能冠军。107学年原本的8强无好对付，资格赛起来球队也会严防戒备，包括去年的大乌马光复高中，也有在资格赛单场摕下100分的贵人上港。另外，也有隔了4年就该进入预赛成功高中，预赛甲复赛出现什么款的比赛结果，无人有把握，只好尽力拼落去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得到53连奖的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用伊的笔带台湾人看咱岛屿的4颗连灯，甲开阔海洋。这20年来，伊用无同款的方式，甲海洋保暖。伊带头推动海洋的调查、保育甲观光，带台湾人真正走向海洋的国家。以前，乌楼不过是一个名词，如今我伫乌楼底漂流。对着乌楼的脚步，看到咱台湾这座岛屿。随身载一本簿仔，不管是坐踮厝内厨房，也是对船仔出海，伊随时拢伫咧写作。伊是台湾重要的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伊做过5档的讨海人，出海掠鱼的前半档讨甲变过，不过伊并无翻头，有缘长期伫咧海上做工课。30档的创作之路，实际用家己的身躯和海洋玩暖。伫海顶。应该说吃足了苦头了啊！都一边爱劳动，一边适应啊。我总是会听见讲海洋伫甲我讲你若会当坚持落去，你就会当看到我上水的风景。廖鸿基捌对远游时阵行大全球，国土目睭世归台湾。伊捌坐伫咧树林牌仔顶悬，甲家己9号乌楼漂流100点钟。虽然时间短短100点钟坐伫上原始的海洋，我全身的感官规个拢拍开
如果你说他带着强烈的在地性，那个在地性是他自己身份的一种参与，以及透过书写，然后回向陆地，然后引导就是读者们也进入到海洋的一种身体实践。廖鸿基用伊的笔写大海，用行动带大家关心海洋。1996年开始，伊投入海岸海底的生态调查保育的工作。了后，伊带第一只欣赏海岸的船仔出海，伊是台湾海岸观光产业的第一人。我有接触，才有机会认识，也才有机会更进一步的关怀啊。其实赏金活动，伫这21年来，更较侪人会当去海点，更较侪咱台湾社会去甲伊亲身的接触。今年廖鸿基得到53连奖，伊讲每一遍的得奖都是创作转变的机会。感谢这个奖，给更较大的创作空间。伊会继续用无同款的方式，带这个岛屿的人民去发现海有偌深，世界有偌宽。记者尤维珍、张玉水台北报道。屏东市的信义国小阿高囡仔人声乐团推真侪爱唱歌的囡仔找到舞台。虽然因是囡仔人，不过也得到真侪比赛肯定。也在今年10月得到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校级组的第1名。咱也做伙来欣赏因精彩歌艺。这几年台湾真流行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就是无家己伴奏，敢若利用嘴发出肉声唱歌做效果。屏东市信义国小阿高囡仔人声乐团也利用阿卡贝拉的唱法，呈现囡仔人单纯美妙的歌声，也用着音乐拍中人的心肝耳啊。这群囡仔为了要参加台湾国际中唱艺术节的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对校内开始就无暝无日训练3个月。牺牲校内佚佗时间，专心在咧练唱，最后也拍出万定位，摕到校级组金牌第1名。最佳主唱、最佳人声打击、最佳舞台呈现、最佳二小组合，甲最佳指导老师奖，成做今年上届声人目的团体。因为我自己五音不全，所以老师把我变 VP， 就是可以控制大家的节拍。唱歌的感觉，就感觉身心放松，所有烦恼都过去了。指导老师陈雅云也讲，只要是喜意唱歌的囡仔，拢会当来。就算音抓袂准，只要照着学生的特性甲才能，放伫个无共款的所在，大家互相配合、互相合作，就有上好的发挥。我是无伴奏的，所以小孩子都要用他的耳朵去听其他声部，然后找那个 balance， 找那个和谐度。家己在一站较赢看别人，伫个阿高囡仔人声乐团，看到学生囡仔为着音乐付出打拼的精神。伫咧一摆搁一摆的练习，建立因的自信，摕到第1名的光彩，艰苦头才有看完尾，是上好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德山镇公所专门设一个看册站，是由南投县的文化局来补助，目标就是要互伫咧公所办公或者是看病的人，会当看册来度时间。如果这个册看了有介意，你会当早登去看，不过也会记哩行。这是漂书站南投德山镇公所专工设置，互来办公的民众袂无聊做议量。我们如果要办事情，有时候要等的时间可能10几分钟，那可以拿书来看一下，他还可以带走，这是最方便的地方。漂书站是由德山镇文化局补助，设2大伫公所1楼甲授团病院，互民众等待的时间会当看册消遣。漂书小站里面的书籍种类非常多，文学、小说，还有健康之类的书籍，还有如果说有带小朋友到公所这边，那其实我们这边也都有非常适合小朋友阅读的书籍。只若无看煞，也通早登去厝里看，只要行登去漂书站就好。这些册拢是热心民众管的，只要甲纸摕去图书馆认证打纸，就是漂书站的纸，欢迎大家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
南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5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英国看这狗仔来比赛。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在同一时间咱再会。